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落大雨，中南部传出未少以外，台南林德有路板去徛街用水，台中市有扛棒落落来去讲着车，中华有民众撬倒来累惨。高雄市立民生病院天9日关注的疫情，佮增加一个58岁查甫人是住伫公楼的病人，卫生局是表示讲已经无传出去。美国总统川普甲伊拢政府达成美中终战协议的备忘录，双方19会伫瑞士签署，核武器械劫随着会开放。来看连续落几啊天的雨，伫高雄桃园区将主要另外道路绑起，交通中断。拄则嘛宣布讲，下晡开始停止上班上课。中南部嘛传出未少的意外，今仔透早伫台南林德道路绑起，土水嘛拢淹入去附近的徛街。有民众是怀疑讲，可能是自来水的管线破去。另外，站伫台中有连锁药妆店的扛棒落落来，去讲着停伫路边的轿车，有一个伫车内的乘客是掉伫车里咯。另外，中华毛民众撬倒摆，因为路上骨路累残。民众翕到土沙水为绑起的车路孔涌出来，佮直接灌入去边仔徛街，毋若加固泡水，内底房间全拢变做水池啊，灾情不加惨重。天光了后，状况是搁较严重，电火跳落飘起身，含坑嘛变大。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2段15透早路面绑起，土沙水溢流到4颗里啊地势较低的人家厝，住户根本袂赴抢救。现在我小平，看到这水哦，有较悬哦，我赶去开气门，气门开哦，水啦、沙啦、门啊、木条，我唔叫我叫阮老细卡。台南市水利局到场勘查，初步认定毋是因台的涵管造成的。自来水公司是表示，已经把水头的水门关起来，爱等待积水抽打了后来确认敢是水管破去造成的。那台中市西区则是暗时，民众赛车经过公益路的时，看到连锁药妆店的扛棒落落来，牵到停伫下骹的轿车，车内一个女乘客是暂时掉伫内底。我来这边买东西，然后刚停完车，刚走到这个门口就听到砰一声很大声，就全部砸下来。哦，所以是刚停完车它就掉下来。对，刚停完车。人有被受伤或怎么样吗？没有，没事，就刚好这边都没有人这样子。有时候风大的时候还是很大，所以说可能这样久了日晒雨淋，那个材质也不会说很牢固。那一般的材质容易吸水啊，看着容易锈烂。民众表示，这个扛棒是擦做的，可能因为几日大雨，地势内底后期未堪这当，才会落落来。市府15日时加强道路清理，都发局嘛限期要求业者改善。后续将依据招牌广告物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的规定，依法来做查处。大雨后，台中市东区甲北区的路树倒去，加载无人受伤。那彰化市则是暗时有一台机车，因为落雨路骨骨，伫美术馆头前家己刹车，加载骑车人简单轻伤。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市立民生病院发生天9日关注的疫情，卫生局暂时公布讲，又搁增加一个，是一个58岁查甫人哦。伊甲指标个案是住公楼的病房，目前总计共是采检1137个人，确诊病例是有6例。卫生局嘛强调讲，会搁继续加强清洁甲消毒，也毋过嘛讲目前的疫情是无传出去。虽然高雄15日透早雨就插落，不过民生病院外口卫生局的消毒人员也是雨抹清理，伫咧病院的4颗冷冻顺来顺去，看到有积水的所在，就赶紧喷桥啊，避免正做网仔市的生态点。民生病院10日爆发院内天9日群聚疫情，验出5例确诊。卫生局这2天拢咧加强环境消毒、扩大采检。14日暗暝，佫公布一例新的确诊病例，是58岁查甫人，因为慢性病来住院去围着，总计民生病院的群聚感染已经有6例。5月29日入住6楼病房与指标个案住院期间重叠，在6月8号因治疗需求安排转送高雄荣总治疗，因匡列为第1圈高风险对象，扩采而确诊。
94杂志，民生病院天9日疫情已经扩大采检1137人，拢总验出6例确诊。卫生局强调，目前疫情拢控制伫咧传染链内底，无拖去社区的状况。这几天调针对病院附近的社区环境进行消毒摒扫。不只个，这是国内上届9年再次爆发天9日的院内群聚。疾管署也特别成立机动攻击队来高雄协助防治工作。疾管署表示，这届是第2型的病毒，已经有做基因定序来厘清感染源，拜日报告会出来。目前上要紧的也是紧急的化学防治。当然，感染源也很重要，不过怎么样让滋生源能够彻底的清除，那这样才是防治登革热的一个根本之道啦。跟他沟通了哈，让他把这个回收物或者是家里的脏乱，把它清除干净。因为南部天气无稳定，大雨一直来，李长讲目前社区室外熬积水的管啊、花卡啊，拢已经处理好势，无喷胶啊加强宣导。卖手也有2-3户厝内囤回收粪扫的住户，已经有要求紧要赶紧处理清气。记者郭家祖、邱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代替花莲站长一台自强号的车长哦，伫发车进前在巡车的时，去互一只长20公斤的大牙缸去夹着，赶紧送花莲主治病院治疗。虽然有造成火车慢飞，也毋过加载讲这个车长是无介严重。救护车速速赶到花莲火车头，去互牙缸夹着伤的车长送去主治病院。这个车长讲，家己是伫咧火车要驶进前巡视列车时阵，感觉脚有奇怪物件扫过去，一下看竟然是一条长约20公分的大牙缸。患者是脚部被咬伤，然后有红肿起来的状况。到场时，患者意识清楚，然后协助将患者送往花莲市医院。目前状况良好。这件代志是伫14号暗时8点外发生的。一帮要为花莲驶去树林的2411自强号列车的车长去互牙缸夹着伤。代替除了赶紧甲车长送病院以外，嘛随换车长。啊，毋过列车也是伫咧花莲站延误13分钟。曾经发生过相关类似的事件。没有，这件事件是属于第一次。那在这个状况之后啊，花莲站这边是否也会对后续的防范做一些处理？因为夏季属于无工号发起，我们会请清洁公司加强清消的工作。因为代替车闸，嘛有一帮为新庄营落南的区间车，互民众看到鸟鼠仔伫咧车廂内底乌白选，甚至阁爬起哩椅座顶头的代志。代替表示，虽望有加强清消，啊，毋过并未防治真关键破，可能是因为最近落大雨，受到惊吓生物，拢会走去室内也是较悬的所在。若要完全挡这生物莫出现，除了清消以外，嘛敢会当巡查较侪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甲伊拢达成停战协议哦，所以今仔早起台股是大起，指数上悬是起到45438点，是起1269点哦。收盘是起1227点，也毋过专家是提醒讲，美国联准会新任的主席华许上任后，17特别开头一场讨论利率的会议，所以投资人嘛是爱特别注意。美东时间14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达成美伊停战协议，10号台股开盘就跳起上悬，为44447点开始起。了后，冲悬盘中阁捌来到上悬45438点，倒转去45000点大关，而且维持高点震动。也若台积电以2360块开悬，起50块，盘中阁捌上悬来到2365块。另外，联发科起365块，来到4545块。广达嘛起14.5块，来到386.5块，各大族群拢照起。比较大的利多当然是美国跟伊朗的和谈，那第二个就是 SpaceX 顺利的 IPO 这目前看起来台股是气势如虹，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接下来是进入所谓的超级财报周，那还有就是联准会的这个会议哦。不过专家嘛提醒，国际金融情势6月下旬虽迎接挑战，包括15到16是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当来看2024年7月，因为日本央行强行升利息，引发日票套利交易，台股伫咧迄年的8月初5落1807点，是历史上破第2低。
也若即马市场对生利息预期是真悬，可能会互日本关键政策利率来到1995年以来上悬的水准，引发套利交易。那短期可能带动资金回流日本，对亚洲的股市跟新兴市场的资金呢，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哈。那但是呢，如果说从中长期来看哈，那日本经济跟薪资成长的一个稳定，代表日本摆脱这个通缩啦。另外，学者嘛提醒，目前6月17新的主席华许主持的头一摆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结果还未出来，国际金融情势会使观察美债息利率敢有降落去，也有 AI 的投资趋势等等重要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为特别抢救这件化有计生育率，政府准备要减税来减轻家长的负担。财政部正式讲，上新的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已经报行政院审查了。未成年的囡仔免税额会增加50%，上计明年5月报税时会开始实施。少囝化即马正做是国安危机，为着减少家长请养囡仔的重担，政府推出减税大红包。财政部即马要来修改所得税法，草案已经送到行政院。未来只要请养0到18岁未成年的囡仔，每一个人的免税额会一个手就提悬50%，按原本的金额一口气增加到15万过1500块。它的免税额如果15年度在明年报税的适用时候，会从10万1000调高到15万1500。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我们应该会在最近这个会期一定会提。最近什么时候？最近应该这个月吗？下个月吗？这个月应该可以提送。面对立委的问题，财政部长曾翠芬承诺，期盼在这个会期就会当顺利通过。换一句话来讲，民众在明年5月报税的时阵，就会使直接适用新的规定。是讲朝野的立委拢真关心这个案件，计强提出28个修正的版本，认为讲减税就应该减较多咧。亲像民进党立委大会员，就5万免税额会使一口气就调悬到每一档20万。我们的财政部可不可能负担呢？我们有没有机会给他们每年20万？除了这个在免税额上的提高之外，其实政府还有许多直接支付的金额，包含托育的补助，0到2岁的托育补助，2到6岁的育儿津贴，以及新增的成长津贴，每个月每个孩子5000块。财政部强调，对抗少囝化袂使干那靠减税，需要真侪政策做伙来导合。亲像减税红包配合跨部会津贴，就是5万会使建构全方位家庭支持的体系，产生较好的效果。但即马朝野的立委提案的版本遮尔多，要安怎来减轻家长的负担？即马各方都要继续敲切。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叶元之提出修法，要让退休的公务员、军人、教师，搁在就业的时会当个继续领退休金哦。民进党团是批评讲，这是互受到真侪批评的上升肥鸟，搁再出现，并无公平。也毋过，叶元之是表示讲，修法的时大家当搁来检讨讨论，嘛强调讲会放任这个规定，是望国民党来解决欠工的问题。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等人最近提出3项修法草案，要让退休的公务员、军人、教师，若搁做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团体特定职务的时阵，无需要停止领月退休金，让民进党团积极讲是领双份薪水。这样的重新改回来，又变成双薪，跟过去国民党你自己所痛骂的要去杜绝双薪的一个肥猫，改革就又开倒车了。这个讨好特定的一个族群，这个也不好了。老师到现在都还缺上千位，补不齐。第一线缺工，能够有中高龄的这些专业人才，能够回到我们的教学现场，来帮助减压。即马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第77条就规定，退休的公务人员经过审定了后，有领月退休金。若是搁有做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团体等等特定有领薪水职务的时阵，就要停止领月退休金的权利。也来针对叶元之带头提案修改的相关规范，专属部退辅司就回应，正正叶元之就要求检讨退休军公教再就业的薪水上限。业员之委那上
上次他在质询我们，他是说领双薪，但是如果你在任的薪水没有达到法定基本工资，表示你在任这个薪水其实没有很高，那我们是可以排除。他是认为说法定基本工资很低啊，他觉得叫我们去检讨这个标准。叶冠志强调，提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教学现场欠缺校安人员甲重点老师的问题。譬如讲，退伍的军人再就业，薪水上限大概是3万9左右，毋过校安人员的薪水4万块，就无法度请，要调业立委会当斗阵来讨论，退休军工到再就业的薪水上限定伫咧偌济钱会较合理，才会当解决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的调查局对2020年到2025年通报23件内部性骚扰的案件，有18件成立，利用款式的性骚扰案是超过6成。监察院今仔是对调查局来提出纠正，认为调查局内部管理和制度有问题，要求因的主管机关法务部应该得爱检讨改善。法务部调查局是负责国家安全甲犯罪机制的单位，不过这几年常常发生调查局的人员性骚扰偷袭，甚至有内部主管用职权性骚扰同事的案件。查证属实了后，相关人员所干也受到轻罚。监察院拜一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法务部调查局内部管理甲制度失灵，提出纠正，要求法务部改善甲检讨。109年到114年，把他们所有处理过的案件调出来，那就发现总共有23件，那成案的是8件，那这里面呢，受害者总共有34人，那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哈，66.7% 是有职务的关系。监察院嘛指出，调查局是用科技化司法进程无明确规定性骚扰法则做理由，所以代志发生伫司法进程，主张干会当记一大个。监察院的调查嘛发现，调查局内部校长对学妹的阶级压迫，甚至有到变成。监委指出，受害者常常因为惊予人保护，延前申诉，甚至有一寡已经超过处罚的时效。加上机关过去常常用新改记过处理，却无淘汰机制，这致使违反纪律的行为迅速发生。铨叙部在我们约询的时候呢，讲得很清楚啊，他那时候的修正呢，去年11月19号修正是再一次强调性骚扰、性侵害是政府对这样子的行为完全零容忍哦。但是在修法之前呢，公务人员有重大违失行为，机关就可以依照修正前的考绩法规定落实惩处。监察院要求法务部全面检讨调查局的组织文化、性平教育、甲重大违失人员的淘汰机制，嘛要提出具体改善做法甲时程。记者吴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美国访问的行程就特别结束了，当时受到邀请到洛杉矶美西华人学会演讲。郑丽文是强调两岸应该透过对话交流，避免冲突欠权。有侨胞问到一国两制，郑丽文是表示讲，九二共识甲一国两制是完全无关系。欢迎我们郑丽文主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的行程特别结束啊！美西时间14，伊受邀到洛杉矶美西华人学会发表专题演讲。伊阁一解讲，两岸应该透过对话甲交流，避免冲突成权。还有台侨问到一国两制的问题，郑丽文表示，九二共识甲一国两制无关系。再次郑重的澄清，92共识跟一国两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讲里头，刻意的被民进党断章取义简化。政协会在北京，习总书记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点带着情绪的说，所以他还蛮在意他自己被冤枉的。郑丽文强调，国民党会使互台海维持和平，嘛对2026甲2028的选举真有信心。不离个郑丽文这撮访问美国的行程，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就讲，伊去互川普政府故意客座，因为美方无满意郑丽文对军购的态度，嘛无望传出错误的信息。那么新加坡海峡时报是直直讲郑丽文真有魅力，若华府对主张爱加强甲中国接触的做法是真有疑虑，甚至认为伤过天真啊。我想郑丽文访美，他所表达的立场，很明显并没有被美方所接受，跟美国目前的一个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自然而然，美国它当然不会说想要说去高调的来去跟郑丽文进行这样的一个会面。另外，顶日在纽约，也有波士顿的交易顶悬，郑丽文分别和中国合通会长达胜安，也有中国的统战部官员茹国牛做伙翕相，佮启用逼出参中国的福建东乡会会长陈行做伙食饭，因为陈行伫2023年，捌伫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纽约的时阵，带规大阵亲中的侨民来抗议，所以嘛受到质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东的冲突长河，美国甲伊朗嘛已经达成协议，双方按算讲19会伫瑞士来签署和平协议。有消息嘛指出讲，美国是承诺讲会来解除对伊朗海上的封锁，双方会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荷姆族海峡伫19就会开放。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嘛表示讲，美国会来解冻250亿美金伊朗的资产，双方会来展开为期60天的协助计划，甲解除制裁的谈判。伊朗国营电视台15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嘛强调美国是被迫签署的。شهباز شریف از پایان دائم و فوری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های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و متحدانش خبر داد. 负责调停的巴基斯坦总理哈里夫嘛已经透过大文证实，美伊双方宣布马上永久停止包括伫黎巴嫩境内所有的军事行动。正式的签署仪式嘛计划19要伫瑞士举行。美国总统 Trump 了后嘛发文表示，荷姆族海峡将会全面免费对外开放，佮授权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会当准备出发啦，和石油会当流通。美国副总统范斯伫受访问的时嘛强调，这项协议将会为中东地区带来突破性的发展前景。But if the Iranians comply with this deal, it is going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the Middle East for the next 50 years. It's going to end the war. It's going to make the Middle East more investable. It's going to mean a lot of prosperity, lower energy price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伊朗副外交部长嘛证实，伫巴基斯坦甲卡达的调停下，美伊经过济届的会谈，基础协议的内容，14日经过15点钟的谈判了后，总算是确认这份名号做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的最后版本。در عین بی‌اعتمادی کامل ما به دشمنان ما صورت گرفت. هیچ اعتمادی ما به دشمن نداریم. اعتماد ما به در واقع قدرت نظامی ما هست و همچنین به قدرت دیپلماسی ما و به حمایت و در واقع انسجام مردم خود ما هست. 根据部分协议的内容，19伫瑞士签署了后，美国将会解冻250亿美金的伊朗资产，接落来双方会展开60天的和平协议谈判，其中包括解除伊朗制裁、甲经济停建以及浓缩铀的处置甲限制。专家分析，因为以色列方面也未对协议做出回应，加上以色列和伊朗伫协议定案14迄天，也搁伫战会当中，历史这条中东和平之路也是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瑞士最近针对敢要把全国人口控制伫1000万人以内，要来限制移民来进行公投。这案是以55派反对票封好决，也毋过提案的瑞士人民党是指出讲，虽然公投无通过哦，也毋过有4成5的民众是赞成的，所以政府嘛应该要来检讨目前的移民政策。瑞士民众14一个一个行入投票所投下神圣的一票。这场公投由右派瑞士人民党发起，主张伫2050年前将瑞士总人口限制伫1000万人以内。若准备投票，就必须采取严格边境管控。反对者烦恼，这毋乃冲击需要大量外籍劳工的国内经济，更加会破坏瑞士甲欧盟的关系。中期尾这项提案，互超过半数的民意否决。不过，嘛有未少投反对票的选民嘛点出社会即卖温忧。I'm not afraid that it's going to pass, but the fact that almost 50% of the voting population think that it's a good initiative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this. Like we have to act on it. We have to act on it, and we have to take some of the worries seriously. 虽然公投无过关，不过支持设限制的声音也是必须要议。瑞士目前人口大约910万人，过去20年来增加2成5，其中外国人就占1/4以上。大量人口迁入来，地书房架起，火车客，基础设施过挂。提案的政党领袖虽然对结果感觉失望，不过嘛强调这波民意已经对政府放出强烈信号啊。Our voter share is only 28%, and still 45%. Said yes to this initiative of the Swiss People's Party. I think that's a very clear signal to our government, to the other parties, to the big lobby organizations of the economy,
tha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cannot continue as it has in the past. 专家指出，这届公投的投票率确定6成，凭这几档的平均悬真济，显示移民甲人口增加议题已经成做瑞士社会内部高度关注的焦点。安怎伫维持经济发展、巩固欧盟的双边关系，搁有伫解决国内基础设施压力之间掠平衡，将会是瑞士政府未来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嘉义车药嘛叫好怪哦，心中伫分嘉南是咱台湾的特有种。嘉义有一个在推萨在地种植的合作社，就用伊来做商标，也毋过最近哦煞红盗用，佮用来卖笋啊。即马合作社嘛已经去报案，嘛呼吁民众就毋通互骗去。伫影片内底，农民用拜托的方式，希望大家斗相共协助因渡过难关，佮会当买到继续真俗的笋啊。家己原单拿伫户外合作社内底的笋农，互人用 AI 换面的方式，伫网络顶面来卖笋啊。咱的乌克丽嘛有外销，咱的外国因为量嘛足大，伊用这个影片就是在欺骗我们的消费者。我一看到，我甲咱的当事者开紧甲带去报案。影片的内容就是用我的头像、我的声音，然后博取消费者同情，说我们处境很可怜，然后笋子卖得不好，所以希望消费者帮忙。然后，但是他后面接的就是别的国家的竹笋，不是我们所生产的竹笋。农民表示，对方可能为网络顶面找到伊的相片，佮有一寡有声音的影片，所以才有法度用 AI 模仿伊的声音出来。这个影片拄出来，合作社就联名要求对方爱来删除影片。目前到今，阁无接到有人哄骗的消息。是烦恼讲，有迄个不知情的消费者，若无注意去买到这来路不明的笋啊，当作是阮合作社出品的，对阮的合作社来讲是一种伤害，对消费者来讲嘛是有可能对因的健康有不好的影响。本分局获报本辖笋农遭冒用身份于网络散播贩卖农产品之讯息，本案获报后立即受理并协助通报下架。本分局呼吁民众，对于各类网络讯息广告，应多加查证广告的内容真实性，避免受骗。除了新闻互人换骗来卖物件，合作社的商标嘛互偷摕去用，模仿的程度，互因合作社感觉是真烦恼。合作社就提出呼吁，民众要买物件进前，都会当先敲电话来确认，千万唔通相信网络所有信息，减少互诈骗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新竹市开1亿外来征收比赛自由车的场地，半当前验收了，也毋过是较大，佮毋捌办过比赛。有议员去勘查嘛，发现讲车道嘛已经受损了，室内佫会漏水积水哦。议员嘛质疑讲这款品质是安怎通过验收的咧？市长高虹安嘛强调讲，会来要求厂商得爱改善。去年在新竹市自由车车场，因为赛道无平，所以有发生汽车跋倒的状况。经过1年的改善工程，市进前宣布工程已经完成验收。不哩个有议员实际去现场看，发现某部分赛道油源无够平，连室内拢会漏水。跑道这边已经有严重的裂痕，这边还有凸起来的一块，这边也是，全部都已经凸起来，还蓬起来。越修越糟，不仅错过了2025世壮运，验收完成后仍持续出现跑道裂痕、铺面破损、积水、室内训练休息室淹水等问题，严重影响选手训练与场地安全。新竹市自由车车场改善工程，过去因为抢地相关问题，拿世壮运取消伫新竹市举办。议员指出，验收结束到即马已经半冬，虽然一场比赛拢无办过，市市回应讲，主要是因为车场已经使用真侪年，修复期间佮拄到天气不稳定所影响，市府会要求厂商改善。自由车场本身已使用多年，期间受降雨、热胀冷缩及长期使用等因素影响，局部区域出现裂缝及表面损耗情形。市府已要求改善工程厂商依契约保护责任进行修补。市府强调，确保选手的训练安全甲场地品质一直是上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会要求厂商一定爱守好势，保障选手安全甲训练权益。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桃园市政府最近甲各中课后辅导的钟点费对一节450块调悬到540块，是增加2成。嘛，对今年2月开始的第2学期就开始实施了。教育局是表示讲，增加的90块，教育局会全部来补助，学校是免阁甲家长收钱。认真上课，佮应付教室内底各种问题，配合教育部宣布提升各种代课，还佮兼任教师钟点费以外，桃园嘛要甲课后辅导教师的钟点费，为每节450块调起哩540块，调码20%，而且会补到114学年度第2学期开始实施，变作是6都当中上早实施调升课后辅导钟点费的直辖市。它是有感。是的，当然很有感，尤其是1到7节的钟点费我们已经调涨了，所以第8节没有跟着涨起来的话，其实是很不合理的。追溯至114学年度的第2学期实施，为免增加学校的负担跟队长第2次收费，所以有关114学年度第2学期的课辅钟点费的差额，这边由市政府编列预算来补助。教育局就表示，所买各中的每一间学校。会依照修正了后的课后辅导实施重点，办理钟点费发放，还有收费的代志。也那高中甲国小的部分，嘛预期伫咧新的学年度9月开始起稿。全民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就肯定桃园的做法，啊毋过嘛有话想要甲教育部讲。希望呢，教育部能够对于学习辅助课程第8节的课程的进行的费用，能够同步的去做一个调涨的部分。教育部包括像高中的教师第8节钟点费。或者是包括像学习辅助费用，或者是夜光天使等相关的费用，并没有一致性的调整，因此造成了现场的混乱以及不安。教育部甲教师钟点费提升，全民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就提醒，相关的政策袂当干那调一部分漏一部分，建议教育部应该甲全部所有的钟点费建立一致、合理、会当预期的调整机制。互老师的专业受到尊重，嘛互地方政府甲学校的行政会当有清楚的瓦靠，避免好的政策伫咧执行的现场变作是新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有台北市议员指出讲，市政府1999专线，规今年到达就收到超过上千件针对标线型人行道乱上的定情哦。议员是讲，为说这种人行道是好意，也毋过有种种的问题，等到造成真侪困扰，甚至发生意外。议员是要求讲，市政府爱伫3个月来做检讨，嘛爱做整体规划甲改善。伫话说进前，嘛应该先甲地方沟通。标线型人行道位伫咧水沟挂顶悬，边仔阁有菜路灯。台北市的议员讲，台北市1999专线自今年1月初1甲打，短5个月已经收到超过1274件针对标线型人行道的定情案，平均一天就超过8案。因为有时候我会推着那个我孙女。然后就会有感觉，你要绕来绕去，走到一半没有了。会有路灯挡在那，或是会有临停的机车之类的，就会挡到人行道，然后他们就得绕过来之类的。用路人就讲，捌拄过标线型人行道违停，还是画甲长窄的问题。民意代表认为，若要画标线型人行道，伫咧事前就要做好沟通甲设计。那如果说出车祸了，然后呢，这个标线划设不明确，造成民众的困扰。市府的态度是说，我们收集了几个月之后再来改善。标线型人行道不断的在蒋万市长任内，也是做一定程度的排除，并且增加他们这个标线型人行道的范围。当然，上面如果还有一些这个障碍物的话，都应该去取得一个平衡的。针对个案部分，交通局都有掌握，也非常的重视，后续会持续来跟地方沟通、滚动检讨，并适时调整。交通管理工程处表示，台北市交通安心行的计划有35个工作项目，其中标线型人行道的部分伫去年预计要来增加，也有改善9公里的路段。那市府各局处嘛继续拍拼，甲障碍物甲清掉。根据114年的民调，已经有75%的市民满意台北市推动行人环境改善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潮州跳伞场附近，最近出现一个三角形的交通路牌哦，顶头阁画一只龟，阁有写讲爱注意龟这个字，引起真侪讨论。县政府是表示讲，这条189县道定定拢有动物会出现，这个月采集的路牌要来提醒民众。
汽机车伫第二溜的县道190咧走，但是真少看边仔的路牌，毋是为过路人，嘛毋是限速，是只乌龟。标志下面阁写着注意乌龟。下菜这个标志主要是因为潮州的跳伞场附近路直车缩紧，就传出有路杀乌龟，嘛有民众搞着龟壳，结果去处理意外。居民讲附近确实袂少乌龟。差不多这大片有遮大只的哦？还拢人饲的？迄嘛毋是讲人饲，迄算野生的。啊，即摆阮遮介一窟仔，会落去窟仔底食虾啊。哦。啊，即个人往要窟仔咧烤掉的时候，会飞出来。是曾经有看过，好像是压死的。压死在这边。我在马路中间了。人家过马路，把车就过去。这条公村路附近有陆军的跳伞训练场，降落的所在看道路嘛直，造成赛车、骑车的速度拢会较紧。为着降低事故发生，交通队经济站才伫遮采测速摄像机。不过潮州镇公所表示，去年开始有居民反映，路边草坡拢会出现蛇、水鸡，甚至是乌龟。赛车无看到就会落煞，骑车的人若无注意到就会跌倒受伤。县府公务处只好设标志提醒过路的民众。那个号志应该是要注意小动物啦，因为我们在跳伞场附近几乎都是养殖跟做农业，青蛙啦哈，或是蟾蜍，或是乌龟，或是蛇都有。它会有时候夏天或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跑到路上来。乌龟的一个出没那造成行车安全的一个疑虑警告标志来提醒用路人一个行车安全其实屏东有几多位拢有设这款路牌，像垦丁有注意回落的，车城含小琉球有注意正水龙啊，潮州这站阁新设注意乌龟，除了保护动物以外，嘛是好心提醒民众通过这个路段时提高警觉，注意安全，才袂发生危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台东的地上有一个农场，有些生态的监测器，伫顶礼拜就翕到有3只台湾的野沙山羊伫水湾区地啉水。本身地上是有7个农场，拢有设这款监测器计共嘛记录到1万外匹的野生动物出现。地上乡公所嘛一定咧申请农业部的补助，嘛佫会当来鼓励愈侪农民做伙来关心生态。地上乡一大农场有青年登记驾驶生态监视器，顶礼拜以外记录到3只台湾野山羊，同齐来到水源区啉水。青年培力工作站表示，其实地上乡一直有7位青年农民伫家己的田园驾驶监视器记录生态，这几冬累积万外匹野生动物出现的画面，包括保育类的姜仔虎、山猪、甲藏水马等等。不过，拢是家己辛苦改善产业的环境，才有法度吸引动物来食。不过，消费者却无啥会当甲安尼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甲环境做连接。就是希望把这一块缺口给补起来，让土地的生命状况有办法被看见、被揭露、被追踪。这样，地上青年培力工作站表示，这些农民营造的友善产业环境，目前台东县也无任何乡镇红纳入去农业部重要车地生态服务给付的范围。这届乡公所正做头一个主动送件，希望政府会当提供相关的补助，让农民会当经营了更较好。他们付出了心力，可是却是没有整套完整的生态照顾跟生态保护来协助他们。关于农田的生态给付的第一个案例，那我们会协助池上乡公所把它提报的计划转呈给上级，就是林保署。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会协助地方加速办理重要车地生态服务给付的范围，佮送到农业部核定。县府嘛希望这项给付会当扩大到全县，和农业部看到台东县农民为了维护生态多样性的付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经过7档的调查，林保署今仔是发表日本时代心灵计划调查的新册册内底有将近200张正珍贵的台湾地图，嘛搁再重现讲100当前咱台湾的树林。麻烦公民就会当透过这些资料来了解100当前咱台湾的林业政策，嘛做伙来思考未来林业的规划。一张搁一张手绘地图甲笔记，甲100年前台湾森林的环境、树丛的品种，拢记录甲真清楚。这些资料拢是台湾日本时代的调查员伫深山拿来一步一脚印完成的工作笔记。经过林业署甲学者8档的研究整理，即马甲这超过200张珍贵的地图、等等的资料公开出版。那个时候的总督府山林课，它的地位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啦。然后由这一些林业人来负责替130万公顷的这个森林来拟定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未来不只是未来5年，不只是未来10年，而是永永远远我们的森林经营到底要怎么办？ 1925年，日本总督府正式启动森林计划事业。
要做林业经营，所以当时有做林野图甲林野雕塑。林业署表示，这个史料除了反映日本政府当时林业开发经营的方向，也是对整体经济、自然环境、在地人文等等的记录。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在地居民是接受这个国家调查，然后最后的这个分配的这个结果。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在地的这个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林业署表示，希望透过这套新册，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让社会大众了解台湾100年前林业的政策，嘛做伙来思考咱未来要安怎规划森林永续。记者郭玉琪、曾俊佑台北报道。5日节要到咯，南投新民国小的台语课校长是带学生去附近的社区甲时代学别章，透过浸水式教学来学台语，让学生囡仔会当伫生活中来开喙讲台语。那么做伙来看卖。较大壳的无紧，来搁加半壳，甲配啊平。哇，水！这叫放学紧张，来放学紧张。学生囡仔当咧学包肉粽，这是南投县的新民社区。趁5日节进前，新民国小的学生啊，找社区的时大学，社区理事长讲，毋领是囡仔毋捌捌过，其实即马真侪大人拢毋捌捌过粽，毋过囡仔手较细，较歹掌握力头，普遍包起来的肉粽较细粒，毋过真侪学生啊，拢感觉学啊真快乐。平常时啊，就是看别人咧包，我无包过。今仔日是我第一届包。我觉得绑肉粽上困难的所在是白色啊。你感觉有趣味无？我感觉有趣味。因的手较细，所以要摕到迄个粽盒吼，较无摕。因囡仔就是袂晓伊直直地，你看有无？伊前面甲地足暗的，伊若莫甲地足暗的，伊就足好做。学校校长表示，其实这是一节台语课，会来社区学包肉粽，是因为伊认为台语爱生活化。学生仔学包粽，买当拿汤匙大学台语。囡仔吼，毋是干咧伫学校学台语课的时咧讲台语就好。希望囡仔呢，甲咱的时代同齐学包肉粽，互囡仔呢一面有趣味。啊，阮的长辈嘛真欢喜，啊囡仔呢台语嘛愈来愈进步，在这个沉浸式学习的这种教学模式里面呢，会学得非常的好。肉粽包刷了后，学生囡仔嘛对社区的时代做伙跳舞。校方希望除了学生对5日节文化有较深的体验，透过这款沉浸式的教学，在日常当中营造着自然的台语环境，嘛当鼓励学生啊开喙讲台语。记者杨秀南投报道。来看美国 NBA 总冠军赛，纽约尼克伫第5战大比盘是以94比93打败马刺，让53档搁再摕到 NBA 总冠军哦。所以尼克的球迷是非常的欢喜，纽约市世界拢在热烈庆祝。也毋过哦，是发生未少的冲突，有人放火烧车，无人伫街仔路开枪。确定封王的瞬间，纽约尼克球迷欢喜甲又搁叫又搁跳，又搁甲边仔人揽做伙庆祝。美国 NBA 总冠军赛第5战，尼克克服输16分的歹势面，搁在大饼盘，落尾是以94比90拍赢圣安东尼奥马刺，以4胜1败赢到系列赛，带伫纽约客行就行头，会旗仔大声喝休。这毋但是尼克队史第3座总冠军，搁较结束53档的冠军周。布朗森单场45分的成绩，带领球队封王，而且摕到总冠军赛 MVP， 互等超过半世纪的纽约客，大家拢真欢喜。We're in New York City. It's one of the biggest economic cities in the world. We just won the NBA Finals for the first time in 50 years. Like this is insane. Like I don't know how else to describe it. 不过，这场历史性的街仔头庆祝，美是算失控变作暴乱，真侪失去理智的民众争起曼哈顿世贸广场，甚至有人爬上负责接送世界杯卡球赛球迷的巴士，破坏佮放火烧车。消防人员赶去现场抽水线拍火，也佮有电报警察伫现场医治特殊。混乱的街仔头甚至佮传出庆声，造成一个17岁少年人骹腿着穿送病院。警方了后有抓到3个嫌犯，互原地充满欢喜的纽约城传出治安事故。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
再来看世界杯卡球赛，那比赛本身是非常的精彩哦。这届真特别，是由加拿大、墨西哥甲美国3个国家做伙主办，嘛有世界真侪无同的活动。美国纽约的高级饭店就提供世界杯全套旅行的服务，一抓就要100万的美金。2026世界杯卡球赛除了各国精彩的比赛，也衍生出丰富的跨国活动甲在地庆典。互球迷沉浸伫卡球的工作中，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虽然还未支持世卡强队之列，也也决心重新定义家己伫世界卡坛的地位，宣布已经组成史上上强的队伍。多伦多球场会举办6场的比赛，当地是举办官方国家动物福利宣布活动，挑战者爱伫旧城区每一个所在找找51组结合78支参赛队伍文化的彩绘福利。表示公园内的新成员斗格也吸引真侪游客去完成拍卡、赚积分。多伦多市政府估计，这3礼拜会吸引30万人来遮。We do prizes every week for the one who has the highest score. And also a random draw. 表示过会挂达拉哈拉动物园透过代表无同球队的食物、卡球、球衫、甲鸭肉等，互动物预测比赛结果。H 组由世界排名第1西班牙领军，大猩猩预测日期的比赛乌拉圭会战赢西班牙。另外，红熊勇士4组混战的 A 组19个比赛，墨西哥对上韩国，最低拢无拍开鸭肉，所以可能是白手。美国纽约市包括纽泽西都会区会举办8场世卡赛，位于曼哈顿上东区马克饭店，是为球迷打造价值100万美金观赛的套装行程，包括6张球场中线的门票、专属私人休困室、顶级美食、美酒加香槟、参直升机接送服务。It is a on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so if I had the means, I definitely would do it. 公司新闻新闻编译。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